你做咩嘢啊？睇下先啦。得，後邊。專區法院啊！我快乜咁想啊！因為黃有我哋啲喘氣氧我知見到。小維啦，好，上樓梯。佢嚟啦，好冇？好啊，其實移動咁，你遊花園有冇諗過會仲好大家好，何氏夫婦互毆案嘅最新進展。2025年10月17日，案件再次喺屯門裁判法院提堂，現場依然吸引唔少市民圍觀。今次焦點落喺何馬身上，原本佢被控傷人罪，而家改控為更嚴重嘅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，即係俗稱傷人17。案件押後至10月30日轉介區域法院處理。何馬一踏入法庭就明顯好緊張，仲同保安講：我好驚啊！保安都好有同理心，安慰佢話唔使驚，我陪住你。當法庭書記讀出新控罪時，問佢明唔明白，何馬即刻喊住話唔明白，我係無辜㗎。全場都忍唔住笑咗出嚟。裁判官鄧少雄再叫書記讀多次，何馬又講：我係自衛㗎，我冇心傷人㗎。最後仲喊住話：我冤枉啊，我講唔到。代表律師上前傾咗一陣，佢先話明白控罪。控方仲透露何伯曾經寫信俾何馬，而何馬就將信交咗俾警方，並透過律師向法官表示自己好困擾。雖然信件內容同案件無直接關係，但法官都提醒何伯咁樣做可能會觸犯妨礙司法公正。至於保釋條件，兩人都唔可以有任何形式接觸，包括寫信。法官強調要確保程序公正，唔可以有干擾。至於今次警方安排，今次就冇上次咁大陣仗，冇軍裝，冇橙帶，只係派咗便衣警員喺現場戒備。何馬離開時，市民追住何馬拍片，何伯就由3000陪同靜靜雞離開，成功避開部分市民和鏡頭。3000陪同何伯從法院後面兜路離開，但仍有部分人追拍到何伯兜路去搭的士。何伯，你係咪有搭的士啊？係啊，的士啊，的士咩？喺個擺喺度㗎，的士。你夠冇紅的喎。